1967年5月22日，香港全面宵禁，成街都係菠蘿。嗰陣人心惶惶，市面蕭條，我開始唔出去應酬。啲人話我修心養性，其實我喺度寫緊呢個故仔。個故仔叫2046，大致係講一班痴男怨女，千方百計要去一個叫2046嘅地方。1960年4月16號下晝3點之前1分鐘，你同佢埋一齊，因為你我會記得嗰1分鐘。由而家開始，我哋就係1分鐘嘅朋友。呢個係事實嚟嘅，你追唔翻嘅，因為已經過去咗。你要飛，不如我哋由頭再嚟過。如果雞也是一個罐頭的話，我希望這個罐頭不會過期。如果一定要加一個日子的話，我希望它是10000年。其實愛情係冇代替品嘅，我一直試圖喺佢身上邊揾翻以前嗰個蘇麗珍。雖然我係不自覺，但佢又點會唔知道？其實了解一個人並不代表什麼，人是會變的。今天他喜歡鳳梨，明天他可以喜歡別的。我呢個世界有種雀仔冇腳，我只可以一直咁飛啊飛，飛到攰嗰陣就喺啲風入邊瞓覺。呢種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，好似就係佢死嘅時候。如果有多張船飛，你會唔會同我一齊走？其實醉生夢死，只不過係佢同我開嘅玩笑。你越係想知道係咪唔記得咗嘅時候，你反而會記得更加清楚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響。你來，我等着。每個人去2046都只有一個目的，就係揾翻佢哋失去咗嘅回憶。因為喺2046呢個地方，所有嘅嘢都係唔會改變。冇人知道呢個係咪事實，因為去咗之後，從來都冇人翻過嚟。